其实对这疫情大家拢会惊，所以入来市场的意向实在有真正有减少。因为疫情的关系，有足侪人拢无啥敢来这行动啦，因为拢惊受感染，所以有的是逼不得已伊的就会来买一买，就赶快回家。但是也是影响到大家都很少进来。甲在市场是老人家甲政府市场咱用这个无Uber Eats其实对阮内底的通路啦外送平台，离阮的客户人员伊就知做无用。其实伊的对阮的成长是有帮助的啦。有这个Uber Eats进来帮助我们的销售。它的影响力蛮大的，现在有10几摊有参加，这2个礼拜，就受益很多，大家都很高兴。那有越来越多摊商想要参加？有，已经有好几个在那边排队，要准备要加入了。我们也看到在台南这边，在我们上线的第1周，就有超过比起其他的城市都有超过20%的订单，所以我们目前觉得台南的市场。跟台南的这个接受度、使用度都是非常乐观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Uber Eats 跟台南市除了虎尾寮以外，已经跟东菜市合作。那合作的这个成果是蛮不错的哈。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第一个，市民的数位化的接受度高。第二个，当然为了因应防疫的需求，大家很希望说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能购物。怎么样做最安全？线上最安全。它安全的环境下购物以后，然后就能送到家里。因为大家平常使用外送平台已经使用得很习惯了。去年在3级警戒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台南便利送的一个成果在那边。我们并没有因为随着疫情改变，我们就放弃了，我们还是持续推动台南便利送。因此呢，民众直接使用台南便利送，然后嫁接到这个 Uber Eats 就变成很习惯、很顺、没有违和感。因此呢，我们将来会逐步推动更多的台南市场菜市场，让大家能够线上购物，那既安全又可靠，而且又能够享受最好的售后服务。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参加线上逛市场的活动。你好，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南区管理休闲公园占地3.5公顷，支付投入3600万整建完成，并通过儿童游戏场的安全合格检验。是民管理西区地区上大的公园绿地，毛地园拢相当热闹。袂歹啦，甲讲做安尼水啦。所以这个公园的启用会带动我们地方的一些居民更多的使用，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很期待。那现在已经开始可以启用哈，我相信附近的居民哈，它的使用频率会更高，这个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地方想要的，对。其实公园进前是透过自然过滤的方式协助处理生活废水的人工湿地，不过因为10月冬以后设施老旧，启动整修工程嘛无符合市地中划，最后才开发成特色公园。7月5号，市长亲自主持启用典礼。3、2、1，请节目。万里休闲公园正式完工启用，掌声鼓励。在公园，拢是会当吸收外人来的公园，包括以后的早母公园啊、安利公园，任何公园嘛袂少。不拄好比咱这个港片历史公园迄个所在上大的这个儿童游戏场特殊游戏场的对面啊，所以规个结合起来，黄金海岸、咱家健康安利公园，这种合起来拢是一个真好的这个景点。所以呢，咱嘛相信未来南区、安平区包括咱安平地市区，绝对是一个观光旅游的这个真好的这个景点。第一，解决环境清洁的问题，莫变做生网同的所在。第二，
变做绿地公园还有这个特色游戏游具。第三是我紧甲刷较大丛的过来看大家安尼会当较紧利用到这个遮阴的所在大家才会当较早用到。而且非常感谢咱中央林志恒立委甲咱斗相共。南区管理休闲公园依照地形的特色来设计，除了打造超过200平游戏空间，嘛规划600公尺环中步道，后边将来遮休闲运动，并打造户外活动的会展空间。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预期中媒体见证，包括瓜田、那家、柳营后壁等4个农会正式甲黄金荞麦生产合作社签约，未来3个月一直到114年底，合作社将以每公斤42块来收购，加上定出收购产量，预计113年将达到400吨，相当可观。借出建立专属于台南的黄金荞麦品牌，主要增加台南农民的收益，也希望变国际市场。刚开始就是我们黄金荞麦生产合作社跟我们关田农会合作契作，那这个契作双方都非常满意，而且种出高品质的这个黄金荞麦之后，那透过我们林总干事再去人工甲贺稻修口整合了我们今天签约的6甲柳营和这个后壁，大家一起能够这个帮忙农民，但是也是帮忙我们黄金荞麦种出最好的台南黄金荞麦，能够这个打进市场。把关之下不需要农药，跟我们也有要求，我们所有的农民不要使用化学肥料，你可以用一些有机肥料没有错，可以。但是我们希望保护我们的土地以及我们的食品的一个优质，所以我们目前也申请了跟农民一起来申请所谓的产销履历。为提供在建过程先水先肥料，更不需要农业黄金荞麦，其中委托漫画上多仔细服装亲自来煮食，而且全国朋友拢来品尝台南荞麦面的口感加美妙滋味，希望成为台南之光。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农历6月6号是好爷生，树顶行政宫这段期间的大电桌顶，拢摆满了圣将供奉的炸鸡，要来替好爷庆祝生日。庙方近日7月3号举办分灵迷你虎爷回娘家披黄金战甲活动，邀请所有分灵出去的好爷回来到祖庙受赠黄金战甲。早起报名结束，共有46尊好爷回来到树顶行政宫。今年就是请回来领这个黄金战甲。要不要讲一下感觉？就蛮开心的，因为蛮有纪念性的一个活动，因为今年刚好是虎这样。很开心了哈。对，很开心。你是每年都有来参加吗？对，都会请回来过。除了迷你虎爷回娘家活动，树顶行政宫的祈福活动，今年也有176人报名参加，博得相关倍数前8名胜将，会当将迷你虎爷请回去厝供奉。每年的这个农历的6月7日是咱这个好爷生啦咱往年拢原来有办这个祝寿的活动，但是今年因为是好年啦咱这个活动搁加增加迄个扣款咱今年有办一个小好爷回来后头厝小虎的回娘家因为咱逐当这个好爷生的时阵，咱拢有挂迄个小好爷。迄个信众分灵等于厝里来敬拜啦咱今年因为是好年，所以咱超10人来咱挂出的这个小好爷有这个差不多80尊左右啦咱今年办这个小好爷回娘家这个活动咱这个回娘家以后呢咱这个祖庙会准备这个黄金剑甲来咱这个小好爷穿伫这个身躯上，互伊风风光光啦非常威武等于甲咱这个服侍的这个家庭来保佑咱这个信众，保佑咱的小朋友安尼。庙内满满的灵雕，显见信众对着好爷喜爱甲虔诚。
行政宫希望以轻松办嘉年华的方式，让生命的圣诞呈现欢乐趣味一面，也吸引更多信众参与宗教活动，也为民间信仰加添趣味生活化层面。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市北区因人口较密，加上街道巷弄多，为了顾虑用路人的出入安全，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正觉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陈胜兴特别关注北区33个里，一个里2个太阳能巷口的警示爆闪灯，由北区区长李煌新加里长联谊会会长黄文忠代表接收。因为我看咱台湾全省小巷很多，你也看到每一个新闻咧报，迄个发生车祸的时候，那个场面啊哈，你会想说你要去做这些东西哈，来做社区的一种贡献。啊，那么这就是要互减少这个十字路口减慢速度，所以有迄个遏制作用。那一般你桥都会发生车祸原因，你看有规少讲有一个问题就是安那，就是他晃神，没有注意，做一只骑，骑到前面路伊唔知人动，那么有这些指示灯来提供他哈，他会稍微有一点警惕，你把手看会到嘛哈，所以他会减慢速度。或者手动寒的，那么这就是减少车祸的事故发生，所以这个物件吼是真好的物件。感谢咱正觉社区咱陈理事长吼，因为伊大拢伫咱的里内吼，伫咱社区内底吼，爱感受着讲咱街头巷尾其实弯弯挖的死角真侪啦，所以讲伊就考虑着讲会使来关乎咱国里2粒的。咱的警示灯吼，到伫咱的巷仔路吼，灯头挖角的所在，吼，大家吼拢会使骑车好、开车好，拢有一个警觉。因为根据咱北区的调解案件来看吼，差不多有9成左右吼，拢是来调解车祸的事件啦。所以看得出来讲，伫咱市区吼，因为路侪吼，出入的人侪，所以咱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真悬。毋茫讲，咱透过咱这个警示灯的装设吼，会使互咱的用路人吼，也是互咱的行人吼，会使更好一个安全的交通的环境吼。协会理事长陈胜兴表示，该警示的爆闪灯除了得到专利，进前嘛捌捐赠予警方来使用。未来希望用伫个国里较矮的巷弄，提供警示的照明，予每一位用路人加一定的保障。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基比医学中心儿科的主治医师陈伟玉表示，过敏性的小可是一种全身性的过敏反应，症状来得紧佮急，如果无及时的处理，有可能伫个几分钟甚至是半点钟内就快速恶化，予人昏厥甚至是死亡的危险。造成过敏性小可的原因包括有药物、食物，甚至是昆虫的毒液等。过敏性休克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那这个是全身性的一个过敏，所以各个器官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比较常见的是皮肤的症状、呼吸系统的症状、心血管系统症状，还有肠胃道症状，甚至是神经系统的症状。那比较常见就是诱发过敏性休克的原因，包括药物。昆虫毒液跟食物，那如果有发生过敏性休克，我们会让病人赶快的平躺下来，那移除这个可能的过敏源。那再来就是，如果随身有携带这个肾上腺素，就紧急的施打。治疗方式除了阻断过敏源，另外就是注射肾上腺素。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器，目前在台湾有2种剂型，我们会依照小朋友的体重，开立正确的这个剂量的剂型给他。那我们通常会给他一个训练的笔，让他平常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训练。那这个是训练的笔，里面是没有针头的，里面也没有药物。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们会将这个蓝色的安全装置把它打开，
那打开之后，我们就会对着我们自己的大腿前外侧做一个施打的动作。那我们施打的时候，我们手是拿这样子垂直的进针，就这样子打下去。有听到跳了一声，那会停留3至10秒钟，然后再将这个注射器移除，从头到尾都不会看到针头的部分，然后。医师强调，在经过过敏源的检测，找出正确的过敏源，尽量避免以外，亲像这名13岁有气喘的男童，医师嘛特别开立肾上腺素的注射笔，让男童随身带在身上，以防类似发生会用来施打。不过医师强调，就算注完肾上腺素，嘛要马上就医，接受后续的观察甲治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基美医学中心麻醉部运用近10档的电子病历资料库，查取10286名手术患者术前基本资料，包含性别、年龄、身高、体重、主诊断、手术、麻醉方式甲特殊处置等资料，运用医疗大数据进行机器学习技术，会当有估手术后死亡率甲重大不良反应的风险，最后表现为上优化模型。建制成为手术麻醉人工智慧风险程度预测系统，提供给麻醉医师临床辅助使用。一般的病人呢，在接到手术的通知的时候呢，必须进到麻醉医师的这个访视的诊间。那麻醉医师呢，根据这个病史跟手术方式，还有呢，需搜寻病人的这个过往的病史与用药资讯呢，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评估。那一般呢，这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而且常常会有一些遗漏，而且这个人脑的这个运算呢，毕竟是有限，所以这些有些相关的系数呢，它并不是线性的，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个繁复的工作呢，让人工智慧呢来替我们处理。所以奇美医院呢，运用人工智慧呢，将过往的资料，这个经过机器学习之后呢，得到了2支很有帮助的这个人工智慧的预测的 APP 哈。那运用这套 APP 之后呢，病人进入诊间，经过基本的这个资讯处理之后呢，马上1秒钟之内就可以得到呢非常详细的运算。好，那会以图形的方式展现在画面上，方便医师跟病人做解释。那也可以了解风险之所在，做风险的管理，得到病人的这个医疗品质的改善。该系统伫咧2020年4月正式上线使用，已经替3000多名个案评估，透过科技降低麻醉风险，这也得到医师、病人以及家属好评。台南新闻张秀伟、杨顺怀采访报道。在沸腾的热水中倒入一整包独家的高汤配方，慢慢煮出原料中的鲜味后，再加入太白粉水勾芡，缓缓搅拌。这间店独一无二的客家柴鱼羹就完成了。这个传承了3代的柴鱼羹汤头，起源是现任店长的爷爷从台北当学徒时学到的配方改良而来。阿公在改良的过程中，他把柴鱼片跟沙茶还有蒜头的分量加重，所以客人吃起来会有很浓郁的沙茶的有。包含汤头里面包含着柴鱼的香气，然后沙茶的味道。这样独门的口味，在高雄找不到第2家。柴鱼的甘甜与沙茶的浓郁混合成鲜美的滋味，喝下后在口中回甘，久久不会消散。如果再加入他们自制的辣椒酱，哇哦，让人边大汗淋漓边直呼过瘾。其中还有一个让层次更丰富的秘密武器。那样东西是我们自家做的丸子，对，丸子是由猪肉跟鱼浆，然后搭配我们的调味料，下去搅拌的，用纯手工的方式去制作。这间店在草衙开业了数十年，早已成为从爷爷到孙子。当地几代人共同的美好回忆。有些离开高雄到外地工作或求学的人，只要回到家，都一定要来这里点上一碗。同学在外地，在新竹嘛，然后拜托我说寄去给他吃，
因为他也是很怀念啦。他说在新竹有时候没有空回来，所以我就把它打包，然后栽培上去。年轻的第3代老板从小就时常进出厨房，因为想继承长辈的理念，传承好味道，而开始学习接手。他也提到了对于未来的目标。因为以前的食材跟现在的食材不同，所以是希望尽量以大家能够尽量能找回最初阿嬷那个时代的味道为目标。浓稠的羹汤就像绵绵多年的回忆，让人在热气中仿佛看到年少的自己坐在桌前，和自己享用着同一碗面羹。希望这份美味能一代又一代的继续延续下去。记者邱玉婷采访报道。水槽里面一只只活蹦乱跳的虾子，抓起来之后直接现煮，红彤彤的放在碗里，看起来真的有够新鲜。不要怀疑，这里不是海产店，他们卖的是锅烧意面。老板因为看到台湾的食安问题，决定只给客人最新鲜的。我们店里面所用的东西没有冷冻火锅料，完全都是新鲜的食材，然后活虾，然后我们的高汤都是每天熬煮的。除了配料，汤头也是一碗面的灵魂。老板选用猪大骨和蔬菜，每天早起熬煮高汤，让整碗面有最鲜甜的味道。而为了保证品质，老板也有不能妥协的坚持。最主要是要把它维持在它的新鲜呐，所以每天叫的量也不敢叫太多，所以卖完就没了。包括我们的高汤也一样啊，我们高汤没的时候，然后如果虾子还剩一点，客人说啊，你就用那个水帮我们煮一煮就好了。我说那不行，我宁愿不卖，因为没味道。你不是汤不是用熬出来的，你就是没有办法喝到那个鲜甜味。即使用料这么新鲜又澎湃，店外却写着高雄第2好吃。对于为什么这么谦虚，不是自称第1，老板是这么说的：因为第1好吃在消费者的心里面。我如果说我是第1好吃，然后你觉得我不是第1好吃，那也没有用啊。由消费者自己来决定我们是第1名还是第2名的。这么用心准备料理，难怪每个客人都一口接着一口的停不下来。老板的理念不只是追求美味，更是要让消费者吃得安心又健康。记者邱玉婷、周福庆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